西班牙真係好多藝術家㗎，其中一個梗係唔少得偉大嘅畢加索啦。今次就去咗馬拉加，佢嘅故居，睇到好多佢細個嘅時候同埋生活嘅相。佢好鍾意對住模特兒嚟畫畫嘅，不過呢，佢對住真人畫出嚟嘅樣又係另外一個樣嘅喎。呢一件就係佢第一任老婆送俾佢訂做嘅衫。嚟到馬拉加畢加索博物館，睇到好多佢嘅藝術品。佢細個嗰陣時，爸爸好鍾意帶佢睇牛，所以好多作品都關於牛嘅。另外一樣畢加索成日畫嘅就係女人啦，呢個係佢第一任嘅老婆 Jacqueline。跟住就係獨臂嘅女人。聽講畢加索嘅女人史都好精彩㗎。呢一幅係畢加索其中一幅巨作，叫做《卡爾尼卡》，係講西班牙內戰同埋戰爭嘅苦難嘅。西班牙其他地方都有好多畢加索嘅作品，例如法雅節啦，仲有一啲餐廳同埋酒吧都充滿住佢嘅藝術品嘅。食住 tapas 欣賞佢嘅作品都真係幾開心㗎。西班牙嘅酒都有好多種類，仲好平添。呢一間餐廳有好多名人釀酒，餐廳環境好靚好大。出名嘅美食呢，就有西班牙凍湯同埋蜜糖茄子。今次3月份嚟到西班牙，真係有好多慶典，例如呢一個聖週遊行，都係喺3月份舉行㗎。當然唔少得就有華倫西亞嘅法雅節啦。食埋杯雪糕，旅程就完美。